且若回头过来看富凯大饭店的对面，有一间更广红茶店，而这几届的茶档原来是真普及，先是80多岁阿嬷，互茶档寄到送病院。啊，这间红茶店已经开60档了。伫个4月初3迄摆的茶档，上着娘条，互县府大红单列为危楼。当初住户有来撤离，尾仔住户家己补强了后，搁搬转去继续住。想袂到即届茶档对面的大楼又甲坍起，所以县政府的人员请因还搁来撤离。早起87岁老头家转去厝款家伙的时阵，是闹光啊甜，甲老祖厝讲再见。哦，8大钱。物件款款的离开大40档的厝，60年的老店更讲红茶创办人真艰苦。徛家变做危楼，87岁头家伫环境的协助之下，等于到店内摕药啊甲财物。对面的富凯饭店大楼又个坍起，伫这边的茶档红茶店真无平顺。老妈在楼上，你们这栋楼上面还有人？对呀，还有几个人？一个，现在目前就我阿嬷一个在楼上。对大楼袅袅响，孙仔真着急，就惊阿嬷无安全，赶紧通报警消警员去里救人。你唔知新闻？在家里。你可能几楼？阿嬷坐伫椅仔顶，惊甲袂讲话。毕竟这茶档尾实在伤严重，人红插去哩救护车。对面的老厝边富凯饭店大楼，更加是规栋坍起。公共红茶伫顶边的茶档，马红列作危楼。粪所里面，那边里面有人掉落。餐馆红茶也很危险，餐馆红茶那间也很危险。他自己做好补强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现在跟他讲说，因为这边要拆除，所以他还是要离开。他的一些身材器具都希望他先撤开，以免到时候拆除的时候受到损伤。顶一摆4月初3的大茶档了后，公共红茶这号铁机啊拢看现。牛条的结果是损害甲真严重。虽然讲当时的住户有家己补强，也毋过这边搁当着茶档尾，恐惊是无法度搁大人，敢来当撤离，恐惊有一阵仔未当做生理，加在无人受伤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